喺利苑二期比較少人知嘅公眾廁所嚟講，比較乾淨企理，格數比較多，而且少啲人去，就係3樓嗰個。不過佢要11點先至開，返工前係去唔到嘅。記得一樣嘢，由地下上3樓搭 lift 係快過上扶手電梯嘅。去完個廁所出嚟，仲可以坐喺大梳化休息下。如果你唔介意周圍都係踎角人圍住你嘅話，落返去都係搭 lift 快過扶手電梯。咦，便經茶店開到嚟利苑二期喎，啱啱開咗冇幾日。佢喺雲咸街同埋國際金融中心都有分店，尤其以國際金融中心嗰間分店環境就最好。記得利苑分店嘅營業時間係朝頭早8點半至夜晚6點半，星期日係10點半至6點半。又到食飯時間，喺銅鑼灣要揾個平飯食，就唯有揾個兩餸頹飯啦。喺利苑二期唔夠2分鐘路程嘅渣甸街就有一間兩餸飯啦。買咗個飯之後，我哋拎去秘密基地食。咁究竟喺邊度呢？喺呢度就唔多講啦。呢度嘅燈光比較暗啊，唔好意思，影得下飯唔係幾靚。又到咗放工時間，行出商場門口，雖然係馬路邊，但係都覺得嗰啖空氣係清新啲嘅。帶住疲乏嘅身軀喺銅鑼灣嘅街頭放慢腳步，周圍慢慢睇下。平時都冇乜咁嘅心機去周圍慢慢睇。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門前直樹嘅頻道。啱聽啱睇嘅朋友，記得分享、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仲有記得撳埋個鐘仔。呢檔貼紙檔擺咗個對面，因為佢本身嗰個位要整路。拍攝嘅時間係晚上8點半，銅鑼灣周圍都係人，會令你好想快啲離開，返屋企。入咗地鐵站，差唔多5分鐘先至行到月台。好啦，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有咩睇法歡迎留言分享，拜拜。